我係黃浩光牧師，今日嘅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第15章36到41節。呢段經文呢講到同工隊伍嘅重新組合。原本嘅隊伍係保羅同巴拿巴，但佢兩個呢為咗馬可而分道揚鑣。呢次分開，因為兩個人嘅性格唔一樣。巴拿巴本身係勸慰者，重視跟人嘅關係。當佢勸人就係輔助人、提拔人、建立人。冇錯。喺第一次差傳旅程之中馬可中途離隊係好令人失望嘅，但巴拿巴願意俾佢第二次機會。但保羅嘅性格好重視工作，如果一個人誤事為咗佢嘅緣故咧，搞到件工作唔能夠完成，而且受到阻礙咧，咁佢就要換人啦，唔可以冒險俾錯誤嘅人再試，免得搞禍件工作。由於性格唔一樣，各不相讓，結果就分開。可見當時馬可中途離隊，真係冇咩充分嘅理由，以致保羅堅持咧唔肯再帶佢去。第15章講耶路撒冷會議，為咗教義上爭論嘅事，結果喺討論之下咧得到結果，就和氣收場。但今次保羅同巴拿巴並非教義上起爭論，而係大家性格唔同。做事風格唔同，兩者不合呢，就冇辦法妥協，就分開啦。呢種情形呢，不斷喺基督徒之間發生。基督教會雖然呢係合一，但合一嘅身體卻存在住唔同嘅肢體。咁肢體與肢體之間彼此不一樣係一個事實。神係要我哋喺彼此不一樣之中要合一嘅。合一並非表示大家要一模一樣。人與人之間根本冇可能一模一樣，所以唔能夠相容，就會產生分裂。基督徒之間亦都因為性格同埋風格唔同咧，彼此各走各路，亦都時有發生。有啲喺教義上邊有啲唔同咧，就分開啦。但一啲人分開並非教義問題，而係性格不合。保羅同巴拿巴分開，表面上係好唔愉快。但係大家分頭工作，亦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。事工分開兩頭發展都係有好處嘅，亦都同時提拔同埋訓練出新嘅同工。巴拿巴繼續提攜馬可，結果將來咧佢同保羅和好啦，並且幫到保羅。最重要嘅，佢係寫咗馬可福音。如果巴拿巴放棄馬可，大概我哋都冇咗馬可福音啦。保羅帶住西拉，後嚟帶住提摩太，都係十分重要嘅同工。新約好多嘅書信呢，都係佢哋有份一齊寫嘅。巴拿巴同馬可跟翻第一次嘅旅程，從水路出發去居比路，即係今日嘅塞浦路斯。而保羅開始佢嘅第二次差傳旅程呢，係從陸路出發向北行，再轉西呢，進入今日嘅土耳其，去翻特庇同埋路斯德。保羅同巴拿巴分道揚鑣，聖經並冇話誰是誰非，而事實上亦都冇乜嘢啱或者錯。今日侍奉團隊亦都有對公拆夥嘅，機構分家，教會亦都會一分為二，當中原因或者係複雜，令人遺憾。但我哋人亦都不必去論斷，都交俾主去定奪。我哋反而要正面同埋積極去睇。就係任何教會同埋機構都唔係建立自己嘅王國，所以有成員分出去呢，如果對神嘅國有貢獻呢，都係好事嚟噶。只要分出去嘅人唔好存憤怒，只有祝福，沒有咒詛。呢卷書記載教會遭受逼迫，門徒分散，就將福音廣傳，所以逼迫從積極睇呢都係好事。既然外力逼迫可以睇作好事，咁內部拆夥呢，亦都未必係壞事嚟噶。最美嘅就係互相祈禱同埋祝福之下分道揚鑣，祝願對方成功，被主大大使用。好，我哋一齊祈禱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啦。我哋知道同其他弟兄姊妹喺性格上、作風上都係有啲唔同。求你叫我哋咧，都係仍然彼此相愛，彼此咧係祝福，能夠咧係喺主裏邊都係合一嘅。多謝主，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